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《福气类》呢个节目。今晡日老大家都讨论后，老西门日非常个有关系哦。介绍你大张日个热气两件事情哦。哦，西门日啊，大张日都会拄到热气，而有种人拄到，他是会觉得哦，当烦恼啊，系讲发生伊啲相关嘅问题是讲哦，到底容易去面对，容易去处理。今晡日你绕墙线上呢度节目地图，老大家好好来分享哦。好，今日咧分享你今日来宾介绍你东九毛群岛嘅众议是众起 Q 先生，分享先生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东方娱乐到了你好娱乐的节目哈，希望大家利用了机会哈，得到一多的知识。哦，冇咁錯嗬，先生東橋冇女嚟，係啊，嗬，你係叫好冇？大家看台中以後，大家都當然是啊，當好啊，啱咪當歡喜。因為你行容易講季節嘅轉變，有冇天氣慢慢冷咧？嗬，像是比如講說哦，冷天真是多咧，所以看到先生家家冇按叫好冇，因為天氣轉變，當因為人容易理解身體。係啊，因為咧天氣轉變以後，因為本來講當年嘅天氣漸漸轉變講話冷啦，上次熱天。二四條熱啦，暗五條就冷啊，所以呢身體一下講跳唔過來啦，所以你係時期來講，當然啊身體冇順爽啦。係啊，咁個基本上像先生到節目地度嗬，其實大家都討論一下凍瘡嘅問題，介紹到社會應凍有關係，係社會應該一啲講熱氣兩件事情嗬。先生到門診嘅，所以門群平嘅先，係咩要凍到社會因為運動熱氣嘅問題來清理。凍到你係成日婦人家來講哦，熱氣冇正常，熱氣凍見來講要一刀平痛，你咪凍到啊。凍到嗬，因為你睇社會人就啲講。非常係有關係，息息相關嗬。咁個講到你啊，嗬，大家一開始先咪嚟問，你是講咗好簡單嘅知識嗬。一般大家都啲講，你講熱氣，其實熱氣一般人來講，咱熱氣嘅週期有關係。到底大家會講，我週期係28日，我週期係30日，伊等於講我週期係兩週日。所以簡單咯，大家都分享就係熱氣嘅週期啊、量啊、色啊、唔同咁嘅問題。你一講時間性來講，有等於3禮拜，有等於4禮拜，有等於較久啦吼。你當然冇強伊哦。你講伊見到嘅量來講，有啲較多，有啲較少。你一講色方面來講，有等於吼較烏較暗，有等於較風較多。咁個主要見咧，講你期間來講吼，你若講所以熱氣、週期來講，嘅意思講具體時間啦。譬如講你講3禮拜落一排，固定愛用伊4禮拜落一排，咪固定啊1個月落一排，固定落愛用伊2個月落一排，固定愛用伊。即來講，佢慢慢順爽啦，佢嘅雌性素咪愛用正爽來講，安樣就算正爽啦。安樣是算正爽。不過大家有想過冇嗬？電視機面前嘅鄉親朋友想過，佢到底熱經嘅週期有容易算？基本上來講吼，你講20到28是一般人啦，大體嘅統計嘅中間嘅數目啦。所以講主要講咧，頭先講過你嘅週期來講哦，固定係要緊啦。固定體重啦，有啲人已經攞1百未有啊，有嘅1成人就冇啊，佢咪強用愛用成人啦，佢嘅雌性激素咪冇較少啊，佢嘅排卵咪正常嘛，你個中醫講暗經，暗中都係經，暗經係。所以其實鄉親朋友來分享下，其實一般人來社會人啊，會想到底係容易算，譬如先生有講固定是最重要，28日、29、30都冇相關。好，咁講容易算，一般來講，其實熱經來講提醒日。是開始算，因為你結束間日容易算，你動難易算結束間日，所以提醒日開始算，算到下禮拜內個嗰隻提醒日是應該週期。咁真心嘅先生講到兩個跳擺讀書嘅時節，小朋友嘅成為同學嗬，其實講佢解下很後生嘛，其實想講我有點少，我少嘛嘅，叫我少嘅行擺可能用成因啲為拄到嘛嘅問題，我容易講。佢凍到黏度冇來勢是冇熱氣嘅意思，佢當然要去看醫生，然後要去食中藥來調。不過剛開始冇買好，所以佢放棄了。結果
我想到讲毕业歌无结球讲嘛，该基本上声音的，大家都吓一跳，大家都吓到。你係咪是像信上講嘅硬勁？硬勁係啊，因為吼，佢雖然講冇按樣嘅進來，不過佢嘅雌激素吼真爽，佢嘅排卵嘅功能咪真爽。你講你就有排卵就咪有信號啊，有信號你嗱。真爽來講，佢一定係有聲音啦，所以你來講咧，週期嘛，講到週期意思講，你時間固定，佢天一來到天明一來，天一來咧上頭擺咧講天一到下擺天一來講是一個週期咩？係，週期有當然較長，有較短。不過中醫來講吼，有當然講較長較短，佢咪表示佢嘅體質咪嗱一般嘅冇強咯。所以係講有當然喺度季經，季經一年來洗白，春夏秋冬咯，也沒有關係。但冇想講係講你嘅體質係按樣你固定緊鬆是好咧，錯嘛吼。不過講到倆當然其實冇固定，基本上身上是係因為佢冇固定，一下來。一下冇來，一下夾來，一下又來唔會聽。其實大家你用翻譯講啊，月經失調，它有很多原因造成抽心感。叫做按照你嘅經週期不正爽啦，係按照所以講你跳嘅經，嘛按照跳嘅經，跳意思講本來佢來冇正爽，冇固定來，你跳落變佢正爽啦。係，從佢冇正爽嘅眼睛動到吼，基本上大家在分享，你啊大家可能動到什麼嘢都到，很多人減肥剛批，剛到最尾，結果發現月經失調，啥冇正爽去嘅。因為你啊囡吼往會減肥會漲咩吼，所以講是減肥藥個啦，冇是東西講要減肥麼？你要注意哦，你減肥減你嘅體力就減體力呢。袂好，身體嘅功能就減體力啊。袂安樣。你減體以後，你嘅筋都冇正爽啊。身體哦，你減到你身體變一種極強了嘛，風吹落倒下來咧。紙片人。所以你啊吼，你啊囡吼，其實應該講了減肥都講唔係特啥就做得做。因為你本來就當手機人減肥，咁奇怪啊！降咪賣用降發嚟啊！不過降解定義哦，大家應看。不過啦，鄉親朋友分享，當然係講呢個月經冇正常，當然係看身上，可能容易來挑啦。有啲人可能係因為不平吼，有啲人可能因為心理嘅因素，上司講壓力很大，你研究嘛個做事壓力動態度。沒有你講態度，影響到你嘅月經冇正常。因為吼，你壓力大吼，你嘅體內分泌嘅荷爾蒙吼就冇正常咩。你壓力因為你來講吼，你嘅你荷爾蒙嘅分泌哦，撈你心情有，佢撈嘅神經系統有關係，撈免疫功能有關係。所以講神經啊冇正壓力大以後，佢就個荷爾蒙的分泌就較冇按正常啊，冇按正常，佢就你緊就冇來。你緊來咯，你緊來一定要了荷爾蒙的分泌會正常。不過講到咧吼，一般嘅原因吼係講記憶抗醫生啊，講水才會什麼原因吼？你啊大張嘢係講你看到嘅頭腦分面球，冇記做嘛，佢講佢肚臍痛，當到嘅正常出來冇正常出來，有一種大家一聽出頭夾會拄到嘅時候，大張嘢攞去世界世界會知道肚臍痛。當到啊，有的人是悶都痛起來，看冇咁嚴重。有的人痛到是既然到地下滾咁當到嘅呢，地下滾，冇法度做事情，冇法上班，心情冇一吉祥啊，突然間就愛用愛人生為慢啲咯。所以面對了喏，你經來痛來講哦，我嘅經驗是你係社會因啊，你婦嬰家來講哦。另一方面嘅風險動態、機會動態。係，當然你講做埋因為肚臍痛，當然佢可能要分類吼，一種可能原本是原發性嘅，有一種按照續發性嘅。不過大家還係要注意，不過兩種嘅東西是用基本係簡單，然後大家來講大家基礎係講大家可能要個基礎嚟了解，乜個係原發性，乜個係續發性嘅，經痛引起最好嘅方式當然是係可能性。你一講你又講有兩方面嘅問題，同人嚟咁多來講，你唔好講一講醫院嘅。
人都不好，因为人都根本不同啊，所以讲你提要去检查看嘛，看你哪个有问题，不管係你妇科方面的問題來講哦，子宮發炎啦，你啊盆腔發炎啦，你啊通都唔會啊，還有其他方面的誤從發炎，那個影片咪唔會。萬一講你檢查達位攏檢查過，家境又檢查過，冇問題來講，佢完全是心理啦，各方面的問題，按照原發性經痛。那萬一就講你檢查有其他的問題來講，按照繼發性經痛，那是安樣嘅。所以有咱問題愛講，你一定要去看醫生去檢查。係，安尼醫生基本是喺度現場，所以第一是醫生嘅建議哦。不過其實吼對熱氣呢件事情，要當到専門醫，可能要當到嘅問題按摩，你先調下，你等下就上來。東方宇宙的繞牆的總曲 Q 先生來到節目地圖老大家來分享社會人吼當有關係嘅東西吼，是社會人嘅熱氣呢件事情。其實今半日上堂節目老大家分享嘅係當簡單嘅一種基礎嘅道理啦，吼，所以大家係注意。不過講到肚臍痛呢件事情，因為你下講熱經痛，其實係就當有意思吼。頭擺啊，上次大上日係講熱氣咯，係肚臍痛吼，媽媽是咪講，哎呦，我做咪錯到解為一面。啊，拍到底發生咩事情？因此我媽媽講，媽媽哎呦，我肚臍痛，因為熱氣來，媽媽是會講，唉，你下社會人有冇按出個頭擺眼家張煙台吼，熱氣來係會降天走天勢，所以你下個煙台個體質因為社會環境冇強，然後體質也要讓強，有冇？你下因為嗱，你下人嘅生發反應到頭擺冇強樣。錯。係，你下人嘅體力，到頭擺冇強樣。啊，你下人來講哦，大體來講哦，佢暗睡啦、夜睡啦，冇運動，冇訓練。哦，比對事情來講哦，因為太多事情要做啊，所以心情嘛較唔好。頭腦來講，心嘅思考咪冇，到以前冇強樣。所以講哦，你下人吼講伊對。到頭擺人講伊來，馬上較幸福。我嘅想法是頭擺人較幸福，較單純，無按倒平。因為喺社會來講吼，也經同來講吼，伊大學畢業以上嘅人吼，醫療方面嘅機會比其實較多。好多係咪？哦，可能要學翻炒，啊，你要學睇。其實講到大家。看醫療界單元嘅節目，當到事情講嘅，不論係慢性疾病、心血管疾病，當到嘅兩個三高，佢都係讓你嘅生活有非常大嘅關係，讓你嘅飲食有關係。講到社會人熱氣嘅問題，當然也有關係。不過先生家要講到凍瘡，叫你冇怨咯，講到社會人怨到有冇冒冷汗，有冇臭到街臭呢？肚臍痛呢？冒冷汗就講好痛，所以其實。近期冇聽從運動安用人，如果誰認為先生到底可不可以吃止痛藥？我意見上用人，你若講有安用嘅枕頭，通常嚟到來講，你有食藥噶？一定要吃。一定要食藥。你好苦咧，你應該實實的冇事情好嘛。唔過你腳腳要看醫生，是哪一種原因講你引起安樣嘅痛，咪看啦。係，有啲人會冤枉錯。唔過先生建議講，其實只是痛。我而且我推班人有一個迷思，容易講，大家對於痛這件事情，因為大家會講吃藥不好，是肉對身體唔好，所以大家就會很忍痛。那事實上，對於忍痛兩件事情，我覺得其實它是有分階段的。有的時候適當好適當嘅肉品來食，來禁止這樣的疼痛是有意義的。那就像醫生線上講嘅，最尾一講係看醫生講，到底你是原發性的經痛還是續發性的經痛，好，然後再看有沒有處理。不過講到良好，有啲人講，我生小孩啊，強成日強聽還是唔會痛，有按我講法冇？是安樣嘅，因為你有性同時即成日都喺你肚臍肚來講，佢咪日落日大啊。嚇，等到講強下來時即你嘅子宮咪個口咪個大啊。要是講你生產以後，你嘅子宮來講哦，佢要較大啊，較鬆嘅，較冇人輕。所以你成日都強出以後，當然咪冇人痛，因為你嘅同時因為個子宮嘅收縮較
形状，较显引起的痛。哦，所以其实它也不一定是绝对，不过有种人真的会因为强生因强体过后，好慢痛。有啊有啊样的例啊，有啊样因啊。该从大白是当到按到个病患是请张医师，你可能最多个问题是哪一种个？大体吼，你下因吼，虽然讲有种因吼，大体来讲有经过成因的妇婴家来讲，佢痛的机会比冇经过成因嘅机会要少掉啦。又好少。不过既然讲死亲动摸汗吼。不卡摸汗哦，共事摸汗为代替事情来讲，佢伤心咪痛啊。所以来讲哦，唔系讲完全讲你经过生意就唔会痛，可你当时面对事情会多。就是，不过讲到了吼，先生有讲啊，系讲你起来这都市动痛，你有食肉，好，还大家有问讲，该系咩？常言讲不能吃药，不要吃止痛药，也是一个迷思。讲到了你更改迷思吼，大家动到，比如你下老大家都分享提一点哦，所以老大家咧。问一下，到底你今可以做啲蛇跳那么冇？当然是做啲蛇跳那么啦，你摸蛇才做得了因哦，因为摸蛇就贵心感觉仲动药俗啊，所以你唔讲，你问题讲为何讲跳板因讲做唔得蛇跳那么？因为跳板因的跳起慢吼，为先跳起慢吼，大跳起慢吼，你了讲哦，你嘅见到嘅蛇跳那做得啦，唔过你会。冇浪到，冇浪到，夹落去嘴啊，走掉啊。所以讲你细信息者吼，佢随松，确实冇讲冲了跳那么，会夹脚啦、手啦、松松啊。冇讲一下就冲到蛇跳那么，佢心肌咪揪起来啊。你行你蛇性蛇跳那么当然就跳那开始蛇啊，你跳那当蛇到脚骨，不过你先从脚骨开始蛇。手脚开始蛇来讲吼，佢嘅心肌反应冇夹啦。因为你有手脚嘅心肌佢较松了以后，你跳那方面嘅心肌咪较松啊。其实讲实在话，讲到全世界吼，你讲推翻发音界、社会音、强声音、强体过去做嘢。有冇？就是真嘅，要等你做到好冲嘅，是10日啊！你讲做嘢，主要食嘅乜嘅，食嘅好补嘅东西之外，仲得蛇跳啦，用嘅水嚟煮過嘅水。講到外國，佢都當到婦人家強成因強體，天然嘅是出來行去的。第一條呢文化冇強啊，民族性冇強啊，體力嘅素質冇強啊。不過你中華文化吼，兩方面的想法哦，我竟然免講哦，我講咁樣是有道理嘅，有道理嘅，因為有咩顯咧？因你都講強生以後來講，因為你純粹的體力當多嘛，所以你補充了純粹的體力嘛，為什麼講你做唔得適當嘅來講來講？因為你體力會少的體力，較有體力，較能量啊。嚇，所以其實先生講啊，做啲蛇跳那麼嘴長跳擺做唔得蛇，可能該種是冇吹風機。你講你行呢度該坐月子中心，你講蛇跳那麼未做得，你蛇好夾落去吹走，冇俾吹到風跳那麼。保護人，所以跳擺嘅人講做唔得蛇跳蛇驚你浪到，係講你唔會浪到，你以為蛇跳係做得。啊，衛生條件冇乜好，你蛇信息即像一個感染嘛，有發炎時即都係講你本身對你嘅身體動毛啊，所以條件冇強。問一下，該做啲是病冇？不管你個跳擺到你下來講，愛是不做唔得是病。先生建議冇是病。有乜嘢講吼？因為你講啦，眼睛來時就佢本來眼睛會痛，是因為你都時都嘅肌肉吼收縮，動限，你那個變起來很難限啊，熱脹冷縮嘛。你了不利嘅現象，你太攏低啊，你明明地講做唔得成嘢事，你有乜嘢呢？所以還是不要吃，對不對？運下嗬。咁嗰個大家是咪講啊？家家做啲補毛，喺做啲先你講麻油雞，有冇？有興趣你下冷天對大家上去食腳麻鴨做啲冇？有好冇？你種你食的薑母鴨啦，乜嘅麻油雞來講吼，佢對你中醫嘅看法是熱性嘅，較炒火啦。好炒火猛炒，不過係講近期嘅時節是會影響冇？我嘅看法講，抗熱
你本身的体质很热性来分析。所以讲来讲去，还会了解一下体质嘛，同我欣赏。因为你係講你的體質係講本身是凍熱，其實也冇講係咩熱氣解同時間，你本身就注意。所以講你看創下你講讓天氣睇到有時咧東西些創下拄到暴節天氣，讓你講我試試下中風去嘛，本身嘅蝦肉果啊，山膠啊，你要食落去，拄好。該來問一下吼，像大家咧啊，天時講過啊，凍到啊，細門煙啊，哦，逐陣嘢係講逐陣嘢都會食到四物湯，你講四物湯哦，係冇咧啊，攞過嘅便利商店啊，有賣啊，一罐一罐的，大家講哦，細門煙當然一罐，咁樣對面色好，身體好，咧啊。唔愛看哦，因為四物湯哦，你講吼。係重要，最好由線上來看過來先看文啦。哈哈。因為慢慢呢，有啲人哦，實在不適合食安樣東西。所以講到四物湯，係逐間人都做得食。就唔係講逐三人都食得咧。係講做得食嘅時間，近期階段時間做得食嗎？通常一般來講吼，熱緊時間吼。你都冇建議食藥啦，冇建議食藥。萬一講你講熱緊的血啊，冇流安多出來吼，那建議吼是要降馬叉。哦，近期階段時間是要降馬叉，本佢嘅熱緊的血吼，完全本佢出來也好。好，鄉親朋友有談到線上講吼，其實你吼從細到大啊，大家會啲講哦，補身體，什麼意思是你講四物湯，然後又係講四物丸。其實到底你係做得食啊，做唔得食，要看你嘅體質，讓你身體嘅變化。係講有上係食，有上係補，嘅最好嘅方式是喺身體看線上，看你嘅體質係哪種，就嚟決定去食麼。咁我講到你啊，你喺度多做啲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嚟。做啲繞牆度眾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，大家咧分享吼，節目講到你一下，其實講來講去，細門影響係處於自家嘅體質，吼，其實生活嘅環境啊，世界東西啊，你嘅壓力啊，你嘅投入都會影響我細門影逐陣嘅當場嘅熱氣吼，基本上大家分享係好簡單嘅道理啦，吼，唔過上條節目是有講到啊，到底做得令四物湯食物痛冇？食物痛哦，其實樣嘢嗱，你啊食物是補嘅。補胃藥來講，你中醫講，你補胃藥太一般來講較燥火啦，較袂上火來講，所以你食物痛對來講，哪啥食得好呢？較稀嘅人，體質較寒嘅人，佢一般寒嘅人來講，佢降啦，手腳較冷，較冷較變，面色慢慢吼欠血啦，啊，佢嘅熱緊來講吼。佢熱緊嘅量咪較少，一般嘅佢氣機咪冇人衝，所以你樣嘅範圍來講，食到食物湯來講做，不過一般來講熱緊後人就食好好啦。熱緊後就食吼，啊冇食安多啊，差唔多食2-3米就做得啦。該唐先生講，頭排嘅觀念其實冇強咯，頭排總係要始終講細門飲食係喝四物湯，而且你下市面上有凍到嘅食物湯吼，凍簡單一包一包打開都是做得拎嘅，吼係冇是係中醫師先生該拿個一罐一罐嘅四物丸。因為我上山用啦，因為睇咗安樣想法吼，因為我安尼想啦，我未買按到四物湯方面嘅東嘅飲料來講吼。我想哦，佢嘅濃度吼可能冇咁多啊，冇咁牛是錯咧哦，所以可能讓用好冇咁所以佢做飲料來處理啦。上次你係講係看西醫嘅時節，因為上次空氣檢查嘅時節，比如講你係做嘅超音波嘅時節，基本上講，哎呦，你嘅子宮地圖有可能細嘅你講子宮肌瘤吼，咁下醫生是會建議講，你有子宮肌瘤，其實佢冇建議你喝四物湯哦，因為佢講係講你喝四物湯有可能會本子宮肌瘤變態。要按樣嘅講法。一般來講哦，你子宮肌瘤來講哦，佢有咩？因為主要就要檢查佢有冇啦。睇你來講哦，佢吼特別嘅見到嘅血統流一道，出一道出來。好，所以係血便啦。所以來講兩種來講吼，你若講上次你涉及炒火嘅東西來講吼，佢會
较多出来，血较多，所以还係要注意吼。会看。不過講到了後，線上今日老大家貼片咧分享是係，你講到近期有三隻階段嘅挑容，該講到當現代嘛，該是金錢，對不對哈？熱氣中間，然後結束過後，到底有什麼嘅東西好好？一般來講，你注意講咯。金前血熱，今後血細，乜個意思呢？因為你筋會出來一定的能量啦，跟能量會積到一定的數目，急暫會出來啊。因為個血會讓佢出，一定有一個退損的力量。所以一般來講，嘅金前來講，佢嘅氣血較足。其實咧，佢因為氣血足，佢冇法就出來，佢就做配位氣啊，所以身體啊唔好啦。做佢奶位，做佢配位氣，做佢奶位。係啊，佢喊唔到啊，佢就做配位啊。哦，係咪心情唔好啦？翻炒，脾氣變動白。你講佢來了以後，佢氣下來了，佢就唔會翻炒啊。哦，所以就咪講細男人，當時多注意，唔應該係講脾氣唔可以注意係咩，熱見唔來咧。熱見所以熱見來是你冇食炒火嘅東西啊，佢氣到，你個氣就做唔到咧，佢喊個補個氣。所以你講多吃平性的食物，就是不要太燥熱，因為啊冇調辣。是啊，用的。對，然後近期蓋中間好多虛是，是東西是要注意。熱經起來講，基本上佢吼，你熱經來出來吼，一天熱量來挑起，佢血量會有啦。錯。等佢排出來嘅力量會有嘛。所以呢個熱經起來講，佢要出血，要排出來，所以佢基本上吼，你要預防去出嘅。哦，所以哦，你呢個一般你都用咗來講吼，係比較較通血嘛。你講你聽人咧講哦，薑媽茶唔熱，有乜叫咩？烏湯水。烏湯水，因為薑媽茶咩？因薑媽佢有發散嘅作用，佢唔係擠到一下，伊得蔬菜啊。所以講你來講，就熱經期來講，你個摸時清，你個摸血，那又多少了感覺。我嘛順哦，你食下又幫助。所以吼，鄉親朋友，感覺薑媽真是係你大家嘅好朋友吼。個薑媽煮出來當好是當用梅頭吼，唔是用到鐵刀解，你講發好解挑梅哦。不過係講成門已經近期來嘅時節，都是薑媽茶對身體也好。好，喺做啲新物嘅，比如講烏湯水啦。烏湯水。好，不過講到已經過後，跟大家是懂了解的。個當然水是補血嘅東西呀，什麼？哈，補血嘅是不是真是當到咧？補血上面你經以後吼，你又按經血有量又出來嚟講，基本上來講，對身體來講比一般青年來講是較稀啦。啊，所以你做的是咧補血的東西啦，吼，但係講你體質咯，因為講體質較熱，你叫做冇是熱性嘅，那較涼性嘅是較唔怕啦。再請問一下，羊肉爐做的是麼？看你體質啦，睇你看體質啦，強熱咪做唔得什麼？咁講吼，到你阿為食啦，當到嘅成為朋友來問吼，你特別看書啦，吼看甜食，即家你阿仔做甜食，咁個看甜食，肯定會看到吼。當當你是咪講聊到減肥有關係哦，東東你講，你該熱見來個世界成為因為多做的是巧克力，平常時是巧克力個世界減配，熱見來個世界咧係巧克力是唔會配。和大家是咪講，哇熱見來哇當番基本做的是巧克力，到底請問讀中醫個觀點來看，巧克力到底做的是做唔得？做得，我講你巧克力來講，係是無巧克力，冇糖嘅。哦，冇糖嘅巧克力，咁會講增加你本來講你嘅有人佢本來就較配嘅，你講有巧克力有糖來講，佢咪迄種熱量啊。巧克力有巧克力來講，佢會對啲身體來講有偏科，佢心經嘅嘅傳導嘅較順，血脈咪較通。你我真是知道當有意思呢，因為大家都講哇，你做的是巧克力，你想講做咪是巧克力，咯成為你有關係吼。不過到你先生講嘅係講是個巧克力當甜嘅嘛，佢強落係咪會配？你若是巧克力來講，有得糖咪吼，因為吼你講你想講。相信呢，你若講心情都唔順爽，心情唔好，做的是巧克力，咁嘛，你食到甜分嘅東西，心情是好。因為中醫有得講哦，肝
灌米就通粉来讲吼，去拼灌，不因为心筋啊、肌肉吼，哎样甲拼火，不用呛爽，所以讲。筋做因是压力太因叫系统哦，有些东西佢唔係講佢心理上嘅分，佢心理生理上哦，佢愛用嗰個食物來拼火。係，還有一種你講鬼染。風做樣咁咪做得食啦，做得，伊補血啦。葡萄乾咪做得。葡萄乾。補血啊，然後呢牛眼乾咪補血。風做咪做得啦。錯。事實上有啲人講拼鬆絲哦，然後細門人講，佢唔係講你勁前勁後啊勁起勁大，你是那一隻你講保溫瓶，第二度會不用風做，你講不用，該一啲風嘅。枸杞係冇吼，還就個不用一兩批嘅，有啲人會好功夫不用一兩批嘅，人參我啲人參運動都種，佢佢當一泡一個，啊當一練個，啊樣做啲補氣對細門人好好。做得啦。做得啦，你種東西吼，因為雖然講有餡，但是餡嘅動作種類嘛，吼，一般偏一般嘅餡嘅事來講吼，是唔會黏啦。唔會黏。你啊，慢講高麗餡嚟嘅，佢自過啊。哦，高麗餡係黏嘅。自過。那拍餡來講是冇一樣事。拍餡，所以其實係講鄉親朋友啊，因為係講你想講偏鬆啲細門人到底係用呢類補一啲嘅自家嘅演戲，吼，先生一看到。我係時講，我基本上看佢氣色以後，我想講，當然因為要化妝啊，所以氣色看得好好。其實意思就係講，細門人用呢看佢氣色好好，其實除了欣賞基本上大家都分享，大家嘅概念佢有自家嘅照顧之外，還有重要嘅事情，其實當然另一個，該你講風做枸杞，吼，就係講黃芪咪做得。黃芪，像咁樣係咪去做咗點插是做得咧？你到欣賞講。做得啦，做得啦，嘿，抗議嘅身體長度你講。呢個冇疲勞，冇氣來講，呢個濃度就冇多啦。冇跑安尼喎，做啲等一點冇。你一種東西基本上係偏係補掉，所以你冇講等一先啊，禮拜是2-3擺做得啦。哦，我把當講等一跑一個500 cc 大落去，你講又冷到又感冒，來講又身體又感染來講嗬，你一種東西就長時間冇食。哦，感冒嘅時間好冒險哈。冷到啦，後年又發炎來講哦，又痛來講哦，長時間冇食。所以其實老大家咧分享係講吼，線上見最尾老大家分享係喺做啲喺度做咗啲風做枸杞、黃芪、人參，講人參係哪種嘅參嘅特別咧注意吼。啊，用啲當然係講身體冇感冒嘅時，練下做啲補呢個身體吼。有些朋友你今日當番做啲繞場到線上對到節目地圖啦，大家咧分享吼，細門人當場嘅熱氣哦，希望看今日嘅節目做啲得到好基礎嘅知識，大家啲人用呢保育，是唔先生？新聞睇這個，希望睇這個身體好，等你快快樂樂。好，你體重然後，好，鄉親朋友，你下聽你線上咧做運動了。